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最近全民普发6000块，拢已经入去到民众的户头，安尼实在真方便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雨，读好雨第7条。有人说雨本地意思是一扇门，咱讲门雨。落尾比如做家庭，咱讲一家一户，家家户户。嘛当讲是算家庭的单位，像讲这个砖头拢总300户。去到人的厝，甲人乱，甲人徛空543，咱讲是亲门大户；嘛有人讲是入门大户，讲的就是大过户顶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户顶，古早嘛有第二字典写做鼎，尊鼎的鼎，嘛会当读做鼎，像讲石鼎的鼎。中文讲的门栏，即嘛一般是伫咧庙或者是古早厝才看会到。啊，民家厝拢已经改良过，一般是用大理石做一条长条形。第二个词读做富户，意思就是有钱人、好野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一句话讲有钱人的菜刀无磨，这意思就是讲有钱人的菜刀若歹去就直接换新的，规矩嘛特别多。像讲囡仔人袂当坐伫户顶，啊若是散车人生活歹过，食饱都有问题，应该规矩就无遮尔多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雨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